針對缺失徹底改過。如今既之非，將向來不發科第及不生子之上，盡情改察。呢個係雲谷禪師教了凡先生改造命運嘅方法，對袁了凡嘅習氣毛病嚟下藥，對症下藥。佢已經知道袁了凡嘅毛病習氣，所以教佢要盡情改察。改即係改過，察係察洗。遊居士嘅注解講：各人有各人之病痛，既能平心自檢，尋出一一病痛、一一過失所在，便有下手處。盡情改察係真正嘅修行，並唔係日日念經、拜佛、念咒呢啲形式上嘅功夫。修一世仲要搞六道三途，呢啲都係一種形式。形式嘅目的無非係提醒自己，係表演俾別人睇嘅，引發別人覺悟。真正目的就喺呢一度。個人修行不重形式，重在發現自己嘅毛病，咁就叫做開悟啦。將自己嘅毛病改正過嚟，就叫做修行嘅功夫。所以最要緊嘅係自己能夠心平氣和嚟反省檢點，將自己嘅毛病習氣揾出嚟。尋出就係尋找，揾出自己嘅病痛，揾出自己過失到底喺邊度，咁樣便有下手處，你先至知道如何去修正，點樣去改過。用全神全力反轉來，神係精神，用全副嘅精神、全副嘅力量反轉來，將佢反轉過嚟。下邊遊居士注解舉出幾個例子教我哋。慳貪者，轉之以施捨。譬如慳貪，慳係慳吝，我哋有嘅唔肯施捨俾別人，冇嘅希望貪得。如果我哋有呢一個毛病，轉之以施捨，用布施嘅方法將佢改正過嚟。我有嘅別人冇，人家向我要，我好慷慨，好大方，我能夠送俾別人，或者我睇到別人有急需，佢仲未向我要，我就主動咁布施俾佢，咁係修福。布施有財布施、法布施、無畏布施呢三大類。法布施係我哋以智慧技術去幫助別人，或者係教導別人。別人唔識嘅，我哋識，我哋要熱心咁去教佢，使佢亦都有呢種能力，或者啟發佢嘅智慧，咁叫做法布施。無畏布施咧，係幫助別人身心安穩。嗱，佢心有不安，有恐懼，我哋幫助佢，使佢身心安穩，咁就叫做無畏布施。譬如有人好怕行夜路，怕鬼，我哋有時間就送佢翻屋企，同佢做伴，佢就唔怕啦。呢個亦都係屬於無畏布施。例如而家年輕嘅學生都要去服兵役，服兵役亦都係無畏布施。點解呢？因為軍人保護呢個地區國家百姓嘅安全，不受外邊敵人干擾侵害，咁自然係屬於無畏布施啦。所以三類布施嘅範圍非常廣泛。佛話俾我哋知，財布施得財富，法布施得聰明智慧，無畏布施得健康長壽。台灣放生嘅風氣好盛嘅，放生亦都係屬於無畏布施。但係而家放生有好多流弊，因為大家拼命去放生，有啲商人拼命去捕捉鳥獸。你唔放生，佢就唔去捕捉啦。咁樣嘅心態，咁樣嘅行為就唔係無畏布施，而係禍害眾生。好心亦都變成咗做惡業啦。放生應該係我哋到市場去買餸，見到好多活潑嘅動物，推想佢決定可以活下去，就買嚟放生。呢個係慈悲救苦。我哋仲聽講話有好多鳥獸公司賣嘅都係自己飼養嘅動物啊！呢啲動物一定冇野地謀生嘅能力嘅，一旦被放生到野外，絕對係死路一條。呢啲我哋都要知道，所以要喺菜市場偶爾發現買去放生。放生嘅儀式係念阿彌陀佛，
念三歸依就好好噶啦。憤激者，轉之以和平。呢句係講性情，容易發脾氣，容易急躁，咁係最大嘅毛病。了凡患咗呢個毛病，雲谷禪師就喺呢度勸佢轉之以和平，即係和氣心平。心地平靜，你嘅態度自然溫和啦。呢個喺德行上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項目，無論係佛家、儒家都講求嘅。孔夫子嘅學生讚嘆孔子嘅德行有5種：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。第一就係溫和。孔子嘅學生對老師孔子嘅評語：老師溫和。良係善良，恭係恭敬，無論對人對事，佢都謹慎恭敬。謹就係謹慎，儉就係節儉，不奢侈，生活好樸實。讓呢就係禮讓，孔夫子事事都讓別人，絕對唔會與人相爭。呢個係夫子之美德，係做人嘅典型。虛誇者，轉之以切實。呢個係喜好誇大嘅毛病，為人不實在。如果知道呢啲事實，別人會對我哋嘅說話自然要打折扣，難以取信於人啦。咁呢個就係因為我哋唔誠實，所以決定唔能夠浮誇，要誠實。浮囂者，轉之以沉定。浮囂就係我哋時時講心浮氣躁，心浮就要以沉定嚟對治，要沉着，心要清靜，要能夠定得落嚟。驕慢者，轉之以謙恭。世出世間實在係冇一樣值得驕傲嘅，有咩值得驕傲啫？事情做好咗啦，係本分，係應該嘅，做唔好要處分。諸佛菩薩一切恭敬，孔孟亦無不敬。我哋比佛菩薩真係相差得太遠啦。所以對人一定要謙恭有禮，要謙虛，要恭敬。謙與敬都係聖德。墮日者，轉之以勤奮。懈怠懶散係好大嘅煩惱。世出世間法，如果有呢個毛病呢，就一定唔會有成就嘅。所以一定要精進，要努力，要將精神提起嚟。釋迦牟尼佛在世嘅時候，阿那律陀懶散嘅毛病呢就好嚴重，被佛呵斥一番之後呢，佢真係振奮起嚟，7日7夜不眠不休，結果雙眼就盲咗。佛好慈悲咁教佢修樂見照明金剛三昧，以後佢得到咗天眼通，唔使肉眼都比別人睇得更加清楚，能夠睇到3000大千世界。所以人一定要發奮，要振奮起嚟。懶惰做一切事情都唔能夠成就。唔單止係佛法唔能夠成就啊，世間法亦都唔能夠成就，一事無成。試問古今中外，世出世間有邊一個有成就嘅人係懶惰散漫嘅人呢？唔會有㗎。須知道大乘善根唯一精準。殘忍者，轉之以仁慈。怯退者，轉之以用盡。推怯係退步退轉，呢個亦都係大毛病，必須要勇猛咁精準。呢啲毛病都係了凡先生自己敘述出嚟嘅。前面講過，各人有各人嘅病痛。如果我哋好似佢咁樣改進，其他嘅病痛就要諗下用方法嚟對治。下邊嘅文章呢，係雲谷禪師教佢修持嘅幾個重要綱領。務要積德，務要包方，務要和愛，務要識精神。務係務必，一定要積德，斷惡修善。積德，世出世間法都以呢個為基礎。前邊講嘅享千金之產，有百世之德。如果唔係認真咁去斷惡修善積德，又點能夠辦得到呢？孔子受一國人尊敬，釋迦牟尼佛受全世界人尊敬。因為一個係積世間嘅大德，一個係積世出世間嘅大德，而佛係世出世間嘅德行都修積。務要包方，係講心量要拓開，要能夠包容，
不能夠包容我哋自己嘅煩惱就多啦，對於佛法嘅修學造成咗障礙。我哋係修覺正淨，如果心唔得清淨，就唔會覺悟，我哋嘅見解亦就會有偏差。正知正見、大覺大悟，一定係以清淨心為基礎。所以要能夠包容世出世間一切法，不必認真計較。金剛經上講得好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。一切法唔係真實嘅，就係世間一切境界。古人亦話係過眼雲煙。呢種睇法同金剛經非常接近，有咩值得計較㗎？何必將佢放喺心上，妨礙自己嘅清淨心呢？務要和愛，呢個係了凡最大嘅弊病，一定要和氣，一定要能夠博愛，就係佛法講嘅慈悲啦。佛講嘅慈悲係平等嘅，所以叫大慈大悲。儒家講仁愛，仁愛同佛法嘅大慈大悲確實係相當接近。孔老夫子講：仁者無敵。敵就係敵對，呢個世間仲有同我對立嘅，咁就唔係仁愛啦。仁愛係冇敵對嘅，冇敵對就係佛法裏邊講嘅大慈大悲。雖然儒家講嘅說話唔一樣，其實裏面嘅內容係相同嘅。呢個係我哋應當要修學嘅，係真正利益自己嘅。正宗講一心不亂，有咗對立，一心係絕對得唔到嘅。有對立係二心，就係有對待。六祖大師話：本來無一物，有一物存在，就唔係真心。所用嘅都係妄心，因為心裏面果然清淨，決定冇相對嘅。冇對立，真心至能顯露，清淨心至能現前。淨中所修嘅一心不亂，我哋至能夠獲得。所以唔好話真正嘅一心不亂，就係相似嘅一心不亂，功夫成片，亦係從呢一度下手嘅。嗱，念佛嘅人念咗好多年，功夫成片都得唔到，就要揾出毛病嘅所在，將病根揾出嚟啦，然後再將病根消除，障礙就冇咗啦，功夫就可以成片啦。功夫成片就一定往生。而功夫到咗乜嘢程度，自己知道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唔使問別人。功夫成片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係凡聖同居土；事一心不亂，係生方便有餘土；理一心不亂，係生實報莊嚴土。品位同功夫正好成正比。功夫成片裏邊亦有高下不等，所以有九品。上三品嘅都能夠自在往生，中三品嘅都能預知時至。上三品嘅自在往生就係想乜嘢時候往生就乜嘢時候往生，暫時唔想走呢，亦都可以隨意住多幾年，一切都能夠隨心所欲，確實能夠做得到嘅。一心不亂，功夫更加高啦。因為事一心、理一心都唔係我哋凡夫一生中能夠達到嘅，但係功夫成片，則人人可以做到。所以要想一生自在往生，想幾時去就幾時去，我哋一般凡夫亦都可以做得到嘅。呢個就係凡聖同居土裏邊嘅上三品往生，係功夫成片大業往生嘅。務要識精神，係話要愛惜精神，因為了凡喜歡徹夜長坐，唔知道保養身體，所以對於身體精神嘅保養要重視。上邊大師所講嘅呢，都係針對了凡嘅開示。從前種種，譬如昨日死；從後種種，譬如今日生。此義理再生之身也。過去嘅事情已經過咗去啦，唔好後悔，唔好再去諗佢，諗多次呢，又會做多次新業嘅啦。阿賴耶識裏邊又落咗印象，所以過去嘅事情已經過去啦，絕對唔再去想佢。要緊嘅係改正現在，修正未來。所以疑同悔都係煩惱，在百法裏邊係屬於26個煩惱嘅心所。
佛冇叫我哋時時去想過去。遊居士話：此智人造命缺也。智人係一個有高度智慧嘅人，真正覺悟嘅人。改造命運嘅秘訣就係呢一段嘅開始。而佢精要嘅就係從無要即得到義理再生之身六句，確係改造命運嘅秘訣。遊居士呢一節小注解講得好。改造命運第一步功夫，便是痛改前非，一一積習悉皆掃除，一一病根悉皆拔去，時時處處常自警覺，嚴自克制，保善天真，如保赤子。改造命運全權在己，不屬造化。即上文所謂極善之人，素故驅他不定是也。積習就係習氣，好似前面所講嘅壞習慣，要悉皆掃除，一一病根悉皆拔去，時時處處常自警覺，嚴自克制，係話對待自己要嚴格，唔好時時原諒自己，時時原諒自己咧，前途就有限啦。律己要嚴，對人要寬，即係對人要寬厚，對自己要嚴厲啦。所以要克服自己嘅毛病，對治自己嘅習氣。保善天真，保係保護，善係純善。乜嘢叫做天真？心裏邊一念不生就係天真，日日打妄想，天真就失咗啦。天真就係真心，真心就係清淨心。如保赤子，就好似慈母照顧嬰兒一樣，要全心全力、全副精神去照顧起心動念。改造命運全權在己，不屬造化。改造命運之事完全在我自己，與諸佛菩薩、與天地鬼神毫不相干。所以真正將呢一本小冊子明了啦，從今以後你亦都唔需要再去睇相、算命、睇風水，都唔需要啦。仔細去反省一下自己嘅命運就知道啦。至於點樣去改造，亦明白啦。咁以後呢，就唔會受別人嘅欺騙啦。即上文所謂極善之人，素故驅他不定是也。前邊雲谷禪師講，點樣嘅人至叫做極善之人呢？我哋正宗講極樂世界諸上善人，呢個上善之人就係極善之人啦。咁邊一類嘅人係上善之人呢？能夠改過嘅人就係上善之人。西方極樂世界嘅人日日都反省改過，一直到冇過可改為止，咁就係成佛啦。等覺菩薩仲有過失噶，咩過失呢？一品生相無明未斷，就係佢嘅毛病，就係佢嘅過失，佢仲要改過自身。由此可知，等覺菩薩仲要改過，何況我哋凡夫呢？嗱，我哋睇到呢度應該覺悟呢，修行修咩呢？就係改過，由而家起發心改過，一直到等覺菩薩仲係要改過，到時過失就冇晒啦，就成佛噶啦。而有過失就唔能夠成佛，所以菩薩叫覺有情。菩薩係有情眾生，不過佢覺悟，覺悟就係知過能改。我哋凡夫有情不覺，不覺就係不知過失，唔會改，認為自己樣樣都係啱嘅。諗下自己有冇毛病，諗咗半日，一個毛病都冇。所以時常話凡夫冇毛病，菩薩毛病好多。菩薩時時檢點，知道自己毛病好多，不斷咁喺度改，連三大阿僧之劫都仲未改完啊！所以你諗下睇，毛病有幾多呢？凡夫居然冇毛病，點有可能啊？咁就係乜嘢叫做覺，乜嘢叫做不覺？知道自己一身嘅毛病，咁就係覺悟嘅人，就係我哋佛家講嘅菩薩啦。而唔知道自己毛病嘅人，就係佛家講嘅凡夫。換句說話講，菩薩唔係神，菩薩係一個知道自己毛病嘅人。
時時改過自身嘅人，意思係覺悟嘅有情眾生。如果我哋能夠更進一步，唔單止改過自身，又能夠發阿彌陀佛之願，即係改造命運最殊勝嘅方法。我哋日日念無量壽經，將無量壽經念得好熟，呢個只係初步功夫。而第二步功夫就攞無量壽經當咗一面鏡，每念一次就係照一次，照一次呢就係對照一下，去尋找自己嘅毛病。我哋照鏡係想知道邊個地方污糟咗，就趕快係將佢洗乾淨。洗乾淨呢就係修正啦。心裏邊污糟唔能夠覺悟，就要讀經。經典係一面鏡，呢個鏡照一照，知道我哋心裏邊邊個地方有毛病呢，就趕快將佢改過嚟。所以第一步係念熟，第二步係依教奉行，就係依照無量壽經嚟修行。我哋修行第一係要發願，阿彌陀佛48願，仔細咁諗下，我哋有冇呢？我哋要將48願變成自己嘅願心，我哋同阿彌陀佛係同心同願，真正嘅同志，同願同志就係一個人。換句說話講，你亦都變成阿彌陀佛嘅化身，所以阿彌陀佛係榜樣。我哋要照呢一個樣嚟塑造自己，將自己改變成同阿彌陀佛一模一樣，即係心一樣，願一樣。嗱，你諗下，今日點會唔往生？一定會往生，因為心願相同啊嘛。然後呢，言阿彌陀佛之言，言語相同啦。平常處事待人接物，念念不忘阿彌陀佛，念念不忘勸人念阿彌陀佛。咁就係言阿彌陀佛之言，行阿彌陀佛之行。我哋嘅身、語、意三業都好似阿彌陀佛，就係阿彌陀佛嘅化身，就係阿彌陀佛成願再來。咁樣嚟呢，比起義理再生之身高明得多啦。咁係即身成佛，成咗阿彌陀佛啦。嗱，將我哋凡夫身搖身一變，成咗阿彌陀佛再來。本來我哋係以報身嚟投胎噶嘛，而家一變成咗阿彌陀佛成願再來。所以呢個係改造命運最殊勝、最上乘嘅改法。夫血肉之身，尚言有數；義理之身，豈不能隔天？其實呢度嘅重點呢，就係講妄念、妄想執着，身與數其實不相干。而真正有關係嘅係心，身係受心嘅影響，主要嘅係心地。凡夫嘅心地，總而言之係自私自利嘅。呢個係凡夫心，一定墮在數量裏邊。如果拎佛法嚟講，若果用意識心，亦一定會墮落喺數量裏邊。亦即係用八識，八識係有為法。佛菩薩點解能夠超越呢？因為佢轉八識成四智，佢唔用八識，所以冇落在數裏邊。義理之身，自己覺悟之後用嘅係覺心，前邊血肉之身用嘅係迷情。如果用嘅係覺智，豈不能隔天？嗱，由居士注解講：精誠所至，金石為裂，此自成，所以隔天也。呢個係有典故噶。漢朝名將李廣有一次行軍嘅時候，路邊草好深，草裏邊有塊大石頭，佢睇錯咗，以為係一隻大老虎，就拔弓箭射佢，用嘅力好猛，箭射過去插得好深，佢落馬一睇係一塊石頭，自己都嚇得一跳。佢諗下，我嘅力量咁大，箭能插得咁深，再射一次，但係又射唔入去咯。佢只知道係精誠所致，就好似羅什大師7歲嘅時候舉大鐵缽一樣，佢冇心冇念頭嘅時候，將佢舉起上嚟，回心一諗，我人咁細，點攞得起嚟？再舉就舉唔喐啦。你講將石頭當成係一隻老虎，唔知道佢係石頭，知道之後呢，箭亦都射唔入去啦。呢個係比喻一個人以真誠之心、
真誠冇妄念，所以金石為開。由呢兩個小故事就能夠證實《華嚴經》講嘅事事無礙。事事無礙係心地清淨到相當程度，至冇妨礙嘅。如果心不清淨，事事都有障礙，所以遇到事情就有障礙。心地清淨就冇障礙啦。至誠所以格天，格當作感覺、感應嚟講。儒家講嘅格物，格係格鬥，物係物欲。我哋要捨棄欲望，唔會被欲望所轉，咁就叫做格物。呢度嘅格天，天就係數，就係定數，亦即係我哋講嘅命運。以至誠感格而改變咗命運，轉移咗命運。至誠就係真心，至誠心就係《觀無量壽經》講嘅菩提心。而菩提心亦即係至誠心、心心、發願回向心。太甲曰：天作業猶可為，自作業不可活。太甲係商朝時候嘅皇帝，喺早年呢亦都係胡作妄為嘅。以後得大賢伊尹嘅教導，佢改過自新。呢幾句說話係佢改過自新之後，對於伊尹感謝嘅說話。天作業猶可為，係話天命所做嘅不善係可以改變嘅。我哋修善積德就可以改變。天就係指天命，天命亦就係數。所以我哋一般講嘅命運係可以改造嘅。自作業不可活，係話自作業係佢呢一生自己所做嘅不善。而天作業係宿世嘅，過去生中所做嘅惡業，呢一世所得嘅不善果報可以改，咁就係宿命可以改。現前做嘅罪業，咁就冇辦法啦。因為現前繼續再做，你就唔會改過。過去有惡因，而家再加惡緣，必定結惡果。過去有惡因，而家斷惡緣，雖然有惡因，都唔會結惡果嘅。呢個係一定嘅道理。而改造命運嘅原理就喺緣上，因緣果報。因係過去生中所做嘅，冇法子改變，能夠改變嘅係在緣。譬如話我哋種瓜種豆，瓜同豆嘅種子係因，唔能夠將瓜變成豆，亦都唔能夠將豆嘅種子變成瓜。因係定數。我哋今日想要瓜，抑或想要豆，就要喺緣上加以決定。我哋想要豆，將豆嘅種子種落去，瓜嘅種子收藏起嚟，佢就唔會結果啦。結果需要緣，緣有泥土、肥料、陽光、空氣、水分等等，呢啲緣都具足啦，佢一定會生長得好好嘅。如果唔想要佢結果，雖然有因，只要將緣斷掉，譬如瓜子放喺茶杯裏邊，放100年亦都唔會長成瓜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冇緣啊嘛。所以過去雖然做作惡因，呢一生中不做惡業，斷惡修善，惡嘅緣就會冇啦。過去生中總有善因，一個人邊有一生做惡冇做善嘅？揾唔到咁嘅人噶嘛。而一生都行善，冇一點惡，呢種人亦都揾唔到。所以生生世世，我哋所做嘅業都係善惡混雜，惡多少都會有嘅。可能係惡做得多，善做得少啫。惡做得多唔使怕，只要今生唔再做惡，惡緣斷咗，雖然係小善，小善亦都會開花結果。所以一定要斷惡修善。自作業就係現在仲繼續不斷咁去做惡業，惡嘅果報一定現前。所以話自作業不可活。天作業係過去生所做嘅，呢個我哋可以改造。如果現前再要不斷嘅做作惡業，咁就冇法子改造啦。詩云：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詩係詩經，五經與13經裏邊都有詩經。詩經裏邊有兩句說話講：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永呢就係永恆嘅意思，配命
就係上合天心。呢兩句說話呢，就係佛家早晚課誦真正嘅目的。早課係提醒自己，晚課係反省，係檢點。咁樣早晚課做得就有意義啦。喺佛陀嘅時代，早晚課嘅內容就係三歸依。早晚課所念嘅詞句係出自《華嚴經正行品》，自歸依佛，當願眾生體解大道，發無上心。早晚都一樣嘅。嗱，而家我哋所見嘅課誦本呢，係古德所編嘅，內容適合於當時喺埋一齊共修嘅大眾。咁對於我哋自己修學又恰唔恰當呢？咁唔恰當咪有修正咯。根據咩嚟修正呢？針對我哋嘅毛病嚟修正。咁樣呢，課誦對於我哋先至有大利益噶嘛。拜懺亦係一樣。如果日日拜懺，心仲係唔清淨，業障不但不能夠消除，仲會增長添。就同有病食藥一樣，如果呢啲藥用落去之後冇收到效果，有病嘅人就要趕快換個醫生，另外換處方至得。誦經拜懺係治我哋嘅心病，治我哋嘅煩惱。如果冇效呢，就要想辦法係對治㗎啦。所以下聯居居士所編嘅《寶王三昧懺》，比起其他懺本更契合於現在眾生嘅一般毛病。各位仔細咁睇下就知道，裏邊好多文句講嘅呢，都係我哋現前嘅病痛，因此早晚課誦要根據自己嘅病痛嚟選定嘅。圖書館早晚課誦都念無量壽經，就係修定。如果冇咁長嘅時間嚟做課誦呢，可以喺早上念第6章48願，晚課呢就念32至37章。呢6章都係講因果報應，希望自己能夠改過自身。早課提醒我哋，晚課呢就反省，咁先至係永然配命，自求多福。嗱，呢度所謂嘅天心就係自性，所以天唔係指天地天神，就係自己嘅真如本性，與自性相應，與真心相應，呢個係第一線，亦即係無量壽經中講嘅8個自然，都係呢一個意思。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，不生子者，此天作之業也，又可得而為也。孔先生同你算命，你命裏邊冇登科第嘅福報，冇仔，呢啲係你過去生中所做嘅業，所積嘅惡業，前世所修嘅不善，但係可以改造。雲谷禪師再對袁了凡講，咁即係話命運係有嘅，但係唔係定命，唔係一成不變嘅。以前係常數，而家再做嘅呢，就係變數啦。如今擴充德性，力行善事，多積陰德。雲谷禪師非常具體嘅指出，如何去改造自己嘅命運。改造命運一定要曉得由心底上去改，擴充德性就係由呢度去改啦。由此可知，喺外面改，外面求，即係雲谷講嘅內外相失。而家有人改風水，改個門，改個窗，改個位置，莫不內外兩失嘅。表面上好似有得到，其實都係命中有嘅，依然仲係個常數，唔係變數啊！要知道從心裏面改，從觀念上去改，就係斷惡修善，多積陰德。陰德係自己多做好事，唔需要俾人知道，咁就叫做陰德。嗱，如果做咗一啲好事，到處宣揚，受人讚嘆，果報就消失噶啦。所以一邊做一邊就報掉啦，德積唔住。做好事冇人知道，好好。如果做咗好事，仲有人鬧你，就更加好，因為鬧你呢，就係幫你消業，罪業惡報都消失啦。好嘅善嘅都一件件咁藏喺度，因此善係越積越多，惡係越消越少。今日做好事遭人家毀謗而唔甘心，做咗好事點解又會遭惡報呢？其實呢啲先至係善報。如果做咗好事，人家馬上表揚，
乜嘢好人好事啊咁，現前就消失晒噶啦。所以善一定要累積，就係藏起嚟唔俾人知道，咁就係真正嘅好事。此自己所作之福也，安得而不受享乎？你自己呢一生所做嘅善業，當然你自己享受啦。佛經有講，因果通三世，我哋呢一生嘅果報係前生收嘅，呢一生收嘅呢，來世得果報。如果你收得好積極，收得太多啦，等唔到來世，現前就報噶啦，就係呢個道理。所以了凡居士後半生嘅命運全部改過嚟，就係呢一個道理。佢積嘅善太多啦，未等到來世，現在就得果報啦。意為君子謀，趨吉避凶。若言天命有常，吉何以趨，凶何以避？易係易經，易經可以講係中國古代最早嘅一部哲學書嚟嘅，裏邊有好深嘅哲理，教人成言成性，而且着重在數學嘅探討。內容有64卦，每一卦有6爻，共有384爻。用易經去推演陰陽剛柔嘅變化，能夠知道過去未來嘅一切事相，小而個人，大至國家、世界嘅變化都可以推演出嚟嘅。其實易經所能夠推算得出嚟嘅呢，都係自然嘅因果律。但係雲谷禪師所講嘅超越數量呢，易經就冇辦法去推斷啦。所以佢能夠推斷嘅係常數，冇辦法推斷變數。佢嘅目的係教人趨吉避凶。常數係定數，易經知道有變數，但係人嘅心境，一念善就加，一念惡就減，日日都有加減乘除。如果加減乘除嘅幅度唔大，於常數冇太大嘅變化，咁命運就會俾人算得好準。了凡先生被孔先生算定之後，佢20年都不增也不減，完全相符，所以一啲都冇錯。咁凡夫一般總係有變化噶，一念善一念惡，有加有減，唔似得了凡先生唔想做善事，亦唔想做惡事，始終保持一個常數，所以佢嘅命運呢，仲係相當準確嘅。如果變化大呢，就超越啦。因為超越常數，所以吉可以趨，凶可以避免，就係自己可以爭取嘅。由居士嘅注解講，因為諸行無常，所以一切得失苦樂境界都覺得非常活變，可以隨着各人行為，把它加減乘除去來。行係思想、見解、行為，呢個唔係一個常數，所以一切得失苦樂境界都覺得非常活變，可以隨住各人行為，將佢加減乘除去來。而常數係因，變數係緣，改造命運嘅關鍵在緣上。佛法對緣非常重視，所以講天地萬物因緣所生，因緣所生着重在緣，緣生法啊嘛。因為緣係變數，因係常數，掌握呢一個變數，自己就可以改造命運啦。自己就可以根據自己嘅理想、自己嘅願望，得到殊勝圓滿嘅結果啦。佛在經上亦都同我哋講，無常無我涅槃。懂得呢個原理，人係可以成聖成賢，可以成阿羅漢、成菩薩、成佛，都係基於呢個原理上嚟講嘅。開章第一義便說：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與信得及否？由此可知，易經了解世間宇宙人生嘅常數，但係佢亦知道裏邊有變數，掌握咗變數，小則可以改造自己嘅命運，大則可以代世界國家謀求永久嘅安定和平。呢一部書真正係了不起，但係好可惜咧，而家幾乎變成係睇相算命嘅書，真係太可惜啦。正如梅光希居士喺《無量壽經》序文中講，《彌陀經》本來係幫助我哋了生死、出三界、成佛作祖嘅一部書，現在變成為人送終嘅經卷，
呢個實在太冤枉啦。彌陀經淪落到呢種地步，就好似易經淪落到睇相算命、睇風水一樣，真係太可惜啦。所以易經確實係指導人生幸福、世界安定和平嘅一部哲理書。易經教導我哋改造命運，就係積善。積善當然先要改過，改過而後積善，咁樣嘅人家必有餘慶。雲谷禪師問了凡：能唔能夠相信呢？汝信其言。如了凡之所以能夠改造命運，關鍵嘅所在就係聽到善言，佢能夠深信，呢個呢就係大善根、大福德。嗱，佢遇到雲谷禪師，呢個係因緣。佛經上講嘅善根、福德、因緣，呢三個條件具足，佢嘅命運又點會唔轉？絕對可以轉過嚟噶啦。由居士嘅注解講：問善言而生疑謗者，是為罪惡之上，故曰義為罪根。善言係聖教，世出世間聖人嘅教誨，後人稱之為經典。經典所講嘅就係真理，永遠不變，超越時間，超越空間。而超越時間就係幾千年前所講嘅道理，幾千年之後仲係呢一個道理，永遠不變嘅。喺中國係呢個道理，攞到外國去仲係呢一個道理，呢個就係超空間、超時間、超空間，咁先至稱之為經典。所以聽到呢啲說話，知道呢啲世出世間嘅聖人，佢哋嘅著作教訓絕對唔係經驗累積嘅。經驗累積有時候都會有差誤，都會有不適合時宜嘅。嗱，佛經係從真如本性流露出嚟嘅真言，絕對唔係經驗嘅累積。歷史教訓先至係經驗嘅累積。經典著作係真性嘅流露，所以超越時空係絕對嘅真理。你能夠相信，絕對係得到利益，得到好處；唔相信呢種殊勝嘅功德利益係你白白咁錯過。所以佛法講，疑是罪根，係根本煩惱。根本煩惱有6個，就係貪、嗔、癡、慢、疑、惡見。惡見係錯誤嘅見解。由居士嘅注解講：問善言而起敬信者，是為福德之上，故曰信為福母。母係譬如能生產嘅意思。世出世間嘅福德都係從信善言而生嘅。你能夠深信聖言，你能夠深信聖教，無量無邊嘅福德都係從呢度生產出嚟啦。所以了凡先生好難得聽到雲谷嘅開導，佢就深信啦。